你準備好迎接5月星象嘅挑戰未呢？呢個月有2個星象重點係會直接帶嚟考驗嘅，我哋就睇下點樣去做準備迎接呢啲挑戰，甚至通過呢啲挑戰令自己升呢變得更加有力量。第一關就係冥王星響水瓶座逆行，回顧一下由1月至到而家，你經歷過啲乜嘢危機呢？呢一啲危機響冥王逆行嘅時候，亦都即係5月至到10月呢，佢哋又會再度出現，唔係你做錯，而係宇宙要我哋睇得清楚，上次可能處理得唔夠好，有啲嘢又未真正完全解決，今次就要我哋再次面對，但係呢，有咗上次嘅經驗，我哋可以處理得更好。所以冥王逆行嘅重點係睇翻之前處理過嘅危機，無論係失敗定係處理得唔夠好，我哋都係可以從中提升自己嘅經驗值，吸取教訓，今次可以更加有智慧去處理啦，今次可以提升我哋解決困難嘅能力。呢一種危機呢，其實係一種升級版嘅訓練。第二，土星進入白羊座，土星呢係代表困難同埋考驗嘅行星，當佢進入白羊座嘅時候，就會考驗我哋嘅行動力。我哋唔可以再講多過做啦，可能你有啲計劃啦，有啲想法，但係一直響度猶豫等啦，擔心呢樣擔心嗰樣，但係而家唔得啦。土星就係要考驗我哋係咪講得出做得到，有冇競爭力，有冇實力去達到我哋嘅目標呢？可能有啲人會話，哎呀，我唔中意同人爭噶，但係就算你唔中意，競爭都會找上你。如果唔係通過行動同埋競爭去展示你嘅實力呢，就好容易被淘汰噶啦。土星就係要我哋設定清晰目標，每日做一啲都好，最緊要就係要做，唔怕辛苦，唔怕失敗，最緊要行到第一步。所以5月一邊我哋就要回顧下之前未處理好嘅事情，另一邊就要重新起步，真正去作出行動。你準備好接受挑戰未呢？通過今次嘅考驗，我哋可以成為更堅定、更有力量嘅自己。如果你想知道之後嘅重要星象日期，記得嚟領取我呢個2025星象月曆啦。